因為同大家拆解黃仁勳最新嘅核心觀點。好多人睇 AI 淨係識 OpenAI、Anthropic 呢大模型嘅公司，其實完全睇拆咗成個產業。佢用一塊5層蛋糕咧，講透咗成條 AI 嘅產業鏈，睇明呢5層咧，先唔會踩投資同埋產業嘅坑嘅。咁由底層到頂一層一層咁同大家講，層層相扣，缺一不可。第一層蛋糕底即係能源啦，呢個係 AI 最根本嘅第一性原理。唔好以為咧 AI 咧其實係一個軟件程式，生成一個文字、一張圖、一段 AI 嘅推理，全部咧其實都係電力轉化而成嘅。發電啦、散熱、供電嘅能力，其實咧直接鎖死一間企業、一個國家 AI 發展嘅上限。冇充足嘅能源咧，再強嘅模型咧，其實都喐唔到嘅。第二層芯片層，同蛋糕嘅餅身一樣，能源只係電，要靠 GPU、AI 嘅晶片，將電高效咁樣轉為算力。晶片嘅效能咧，直接決定 AI 運行嘅速度同成本。晶片咧越先進，做智能嘅價錢先越平，先有後面所有嘅 AI 產品同埋普及。呢層咧亦都係現時產業競爭最激烈嘅地方。好啦，第三層係咩呢？ AI 工廠基建層，唔係簡單嘅 server room 嘅機房，而係將成千上萬嘅晶片整合一齊嘅超算數據中心，配套冷卻啦、高速網絡、機房架構。黃仁勳咧就叫呢一度咧做 AI 嘅工廠，佢唔係傳資料，而係專門生產智能嘅 token。呢一層係連接硬體同埋模型嘅橋梁，而全球先至係大模型起緊增長嘅空間一個極大嘅一個點。第四層，大家最熟悉嘅大模型層，呢一個蛋糕嘅奶油層咧，大家成日講嘅 GPT， 各大開源嘅大模型都係呢一個。但係黃仁勳咧特別提醒，唔好淨係睇大語言模型呢一層，未來仲有生物嘅蛋白層、化學模擬、機器人、智能體等等。好多投資人咧淨係追逐呢一層嘅公司，忽略咗底層3層。其實模型只係消耗底層算力嘅能源，單獨咧係難以盈利嘅。最頂嘅一層應用層，蛋糕嘅裝飾同埋糖果料都係價值落地嘅地方。自動駕駛啦、藥物嘅研發、工業機械人、各行業嘅 AI 助手咧，全部都屬於呢一層。只有應用層真正揾到商業嘅利潤咧，先會反向拉動底層嘅能源、晶片、機房、模型嘅持續投入，形成一個完整嘅產業鏈。總結一句，好多人咧將 AI 等同大模型，只係睇蛋糕嘅最頂層。但係黃仁勳咧呢5層嘅蛋糕理論咧，話俾我哋聽 ，AI 係一場數十年級別嘅大模型基建，由能源一路鋪到落地應用。無論做產業揀投資，一定要縱向睇完成條完整嘅鏈，唔好單一壓住模型公司，先至係避開好大嘅一個投資盲點。